咁分享下，我有個朋友，佢好想轉型，好想做好佢平台嘅生意。呢幾個月咧，佢非常之努力去學習各種剪片嘅技巧啦，點樣拍攝啦，咁甚至乎咧報名上堂。但好奇怪喎，幾個月過去之後咧，佢依然一條片都冇出到。每當我問佢：喂，你個進度點樣啊？佢都有無數個理所當然，聽落去好合理，冇乜破綻嘅理由。一陣佢就話：佢呢排自己嘅工作都好忙啦，未有時間度稿。一陣就話條片啲燈光好似未得喎。一陣又話呢幾日屋企有啲事，所以個人情緒好低落，個人好攰，冇乜精神。等狀態好啲先拍。表面咁樣睇，呢個絕對係關於完美主義，對件事有要求，準備好先開始，或者真係工作太攰嘅問題。甚至連佢自己都深深相信自己只係未準備好。但如果我哋用身份重塑嘅角度重新去解讀，呢個根本就唔係乜嘢完美主義，呢個其實係佢內心極其隱蔽嘅一個無效逃避。佢用盲目話自己好忙嚟延續佢內在最熟悉嘅舊意識。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，叫做自欺欺人。佢話人類最悲哀嘅行為就係因為害怕面對失敗嘅痛苦，害怕承擔選擇嘅責任，於是會主動去編造無數個客觀嘅理由，將自己扮成一部冇得選擇嘅機器。而我呢個朋友，佢就係將自己扮成一部被工作好攰捆綁嘅機器。佢用我好忙、我好攰呢一啲標籤，成功咁樣說服咗佢自己去逃避嗰個出片之後可能冇人睇、可能會失敗嘅恐懼。呢種扮嘢真係非常之犀利，犀利到佢連自己都呃埋。你以為你喺度等待緊一個完美嘅時機，其實你只係用緊再努力扮演我想做好佢呢一個程式，去掩飾咗你底層根本唔敢跨出嗰個舒適圈嘅恐懼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啦？喺工作上，可能一個客唔滿意佢嘅一個眼神，或者你另一半一句冇心嘅抱怨，甚至乎喺網上一個根本唔需要理佢嘅留言，明明係唔關你事，但你當下咧就覺得成個世界都要冧落嚟。今日你本身打算好好咁樣放假，好好對自己，但內心咧就產生咗一個極大嘅內耗，逼到你自己咧要不斷咁樣做好多嘢，甚至乎係咁去 shopping 買嘢，係咁暴飲暴食，去麻醉自己放鬆。呢個喺心理學上就係最精密嘅自我破壞。喺好多人嘅意識底層咧，其實都寫入咗一個細個時候已經下載咗嘅舊代碼，例如我做得好先值得被人哋睇到，先值得被人哋愛。如果我做錯咗，就會俾人嫌棄，俾人睇唔起，俾人質疑你嘅能力。即使你好有實力，曾經努力做過一啲成果都好啦，喺人哋眼中都係一個好好嘅模範生。理智上好想做出一啲成績，愛自己，愛生命，但一去到現實一啲好細微嘅事，唔確定嘅嘢，一刺激到你咧，你大腦95%嘅潛意識自動導航系統咧，為咗維持佢幾十年嚟嗰種熟悉感，就會立刻強行將你拉翻去原本熟悉嗰種失落啦、內疚啦、我係唔得噶啦嗰種焦慮啦，同埋一路去逃避嗰種循環嘅裏邊。你真係覺得你依家正在過緊一個生活，係每一個決定都係你真係當下嘅自由意志去決定嘅，定係只係重複被原生家庭或者過去一早寫好嘅假命運？其實真正困住一個人嘅好多時並唔係現實中嗰啲困難，而係長期冇被察覺嘅，一直停留咗喺過去嘅舊身份頻率。你每日啦用盡氣力咁樣去隱藏自己，去扮嘢，但只要底層嘅身份一日冇改變，唔理你換咗啲咩方法，點樣去扮嘢，你都只係生活喺一個重複劇情嘅循環裏邊。要識破命運，從來都唔係靠大腦嘅自動導航，
而係嗰啲日復日嘅藉口嘅背後，其實有一條隱形嘅覺察路徑。你係咪直到今日為止仍然用忙碌，我有好多唔同嘅藉口去逃避你內在嗰個問題？但係當你能夠清晰看到呢一條路嘅時候，你先有可能喺日常每一件細事當中攞返自己人生嘅掌控能力。我哋下期見，繼續借腦升級。